2026美加墨世界盃，西班牙狂牛兵團後防線大檢閱。呢條防線有天才，有地拖，仲有大把地急黑梗，睇下佢哋點樣玩死對手。龍門方面換來西蒙，剝12碼極勁，23年歐國聯就係靠佢奪冠，但因為佢姓烏，所以得閒就會入粒烏龍球，回歸社會。身為領隊嘅首席契仔，精選實係佢。第二位拉耶，來自英超預備冠軍阿仙奴，連續2屆金手套，落地同2次反應快到黐線。仲有加西亞，足壇罕見嘅道具型龍門，最中意推自己隊友出去擋波，唯一缺點係比較嘥隊友。可以話西班牙嘅龍門儲備係全世界最頂級。中堅古巴斯，巴塞天才奶龍，17歲踢歐聯，速波極田靜，但最搞笑係佢19歲就擁有咗35歲嘅速度。對手想入波要先問過佢，但有時佢會答冇問題，你入啦。累積下經驗，佢絕對係新一代佩奧爾。拿普迪由曼城去咗沙特掘金，原本踢法國隊，但因為頂唔順法國隊更衣室啲內鬥文化同埋啲跑狗，所以轉投西班牙懷抱。拿洛文馬體會頂級鐵衛，最出名係佢女朋友係頂級索女，難怪最近高圖意斯行得佢咁迷。拿洛文真係要小心頂綠帽啊！右閘卡華積近10年晒一右閘，將巔峰列貝利防到燥底打人，6次歐聯決賽全部正選兼奪冠，足壇神話。不過聽講佢最近已經俾國家隊大老闆耶馬開除咗出隊。左閘古古雷拿拖彈識飛嘅地拖，車路士安全褲，心理質素強大到極點。試過一場波俾曼聯安東尼過足6次，竟然都冇患上抑鬱症，真係神人。而家佢變成咗耶馬身邊最惡嘅長髮大姨，擅長搞亂對手心態。佢只有一個弱點，就係驚俾人扯頭髮。